獲准復職嘅陳志雲，下晝4點幾趁住出外開會之前，喺電視城門外會見大約100名記者。我首先想藉呢個機會咧，感謝上帝。我非常之多謝公司 TVB 安排我復職。我最高興嘅呢就係能夠全程正式咁投入我工作。咁而家我最關注嘅呢就係我同我嘅同事啦，大家一齊點樣將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加好。咁當然係包括製作更多好嘅節目俾香港嘅觀眾。陳志雲話：由於趕住開會，並冇回應記者嘅提問，只係話有機會再分享工作嘅詳情。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新聞稿指出，董事局知悉當局對陳志雲提出嘅指控係同藝人管理同埋一項演出工作有關，喺公司內嘅其他權責同埋工作並非廉政公署嘅調查目標。喺仔細考慮對陳志雲嘅指控性質、公司同埋股東利益、公允以及良好企業管治原則之後，董事局決定恢復陳志雲作為電視廣播總經理嘅權責以及工作，但係唔包括藝人管理同埋選角安排。